大家好，歡迎嚟到今日嘅分享。我哋今日想傾嘅係一個又幽默又接地氣嘅神學概念——借文神學，係黃營福記作品。佢幫我哋開咗條草根路，令平凡嘅我哋如何能實踐信仰。咁咩係借文呢？作者話佢喺周星馳舊港片《九品芝麻官之白麵包青天》入面揾到呢個名。我條呢個章，天子犯法與借文同罪，庶民下求其。借字有草花頭，所以借文就係草根階層，普通平凡，但係上帝都好錫佢哋，係上帝所愛嘅門徒。例如以利亞係大家都認識嘅英雄，但作者更留意嗰7000個平凡信徒，佢哋冇向巴力屈膝，亦冇同巴力親嘴。列王紀上19章18節。佢哋先係作者想照顧嘅人，都係神學寫作嘅對象。人生有時就似塊借渣板，睇落好堅固，其實好脆弱，好易彎，但唔會斷。好多時人喺苦難中會埋怨上帝，但作者提醒我哋，就算上帝唔出聲嘅世界，都比冇上帝嘅世界好得多。平凡信徒唔係想搞咩神學高深，只係想問，我應該點樣撐落去？可能我哋唔係信心英雄，但仍然忠心跟隨，呢個本身就係對荒謬人生嘅一種反抗。保羅話：因我什麼時候軟弱，什麼時候就剛強了。哥林多後書12章10節。信仰唔係勝利者嘅凱歌，而係軟弱嘅人仍然揀相信嘅頌讚。所以如果你覺得脆弱，記住，主唔係睇你有幾完美，而係睇你仍願意靠住佢。我哋成日好想見神蹟，但作者提醒，神蹟只係路標，指向上帝本身。耶穌行咗好多神蹟，但宗教領袖都唔信。今日嘅我哋都好容易忽略平凡日子入面嘅恩典，遵行天國倫理、誠實、施憐憫、饒恕、愛仇敵，呢啲平凡行動，其實已經係恩典嘅記號。耶穌話我哋係世上嘅鹽，雖然唔顯眼，但可以改變味道。所以信仰唔係嗰啲轟動嘅奇蹟，而係喺日常生活入面活出基督嘅樣子。喺公司誠實，喺屋企忍耐，孤單嘅時候心存感恩，都係上帝恩典嘅彰顯。信仰唔係資優生嘅專利，上帝唔要求我哋全部都係人生贏家，他只想我哋喺自己嘅位分中心。作者好鍾意馬太福音入面嗰個得2000嘅僕人，佢唔係最勁，亦唔係最失敗，只係默默盡力，交出自己做得到嘅嘢。上帝要嘅唔係最勁，而係最真誠。工作平凡，家庭唔完美，信心時強時弱，只要肯交俾主，你就已經啱啱好。傳道書提醒我哋，人生好多時都有未必，努力未必成功，好人未必被記住，正直未必換嚟公義。信仰嘅核心就係喺呢啲未必入面，仍然願意依靠超越因果嘅上帝，敬畏上帝，守誡命，即使世界短暫、顛倒，都可以令生命有重量。喺虛空入面信靠上帝嘅光，就係風中仍然燃嘅蠟燭。大時代入面嘅丁蟹，唔自省，自以為正義，提醒我哋心入面可能都藏住善良嘅惡者。我哋要學識承認自己唔夠好，俾自己留餘地，謙卑學習，先可以成長。生活唔係日日向上，每個人都有下行之師。平凡信徒唔使驚失敗而灰心，真正信仰唔係精英專利，而係喺平凡生活中忠心活出見證。靠聖靈生活，往往跌跌撞撞，成聖係條崎嶇路，好多時都由假裝開始行善，慢慢習慣自然，最後可能真係做到。誠實係屬靈操練嘅基礎，即使屢敗都唔放棄。作者借深夜食堂話我哋知，平凡都可以係避風港。
同人相處時，唔好急住批評，肯聆聽、分享，先可以真係走入生命，做個好鄰舍。借問神學提醒我哋，喺平凡中彰顯上帝嘅愛。生活中冇完美信徒，得有願意持續行善、忠心服侍嘅人。信仰嘅力量，唔係喺驚天動地嘅神蹟，而係喺日常生活中活出恩典。就好似這軋板雖脆弱，但可以承重。我哋雖然有限、軟弱，仍然可以成為上帝手中啱啱好嘅器皿。願我哋學識喺軟弱中倚靠，喺虛空中信靠，喺平凡中成聖，以真誠、謙卑同愛，活出蒙神悅納嘅見證。呢個就係借文嘅力量，都係每個平凡門徒都做到嘅神學。幽默、真實、平凡但唔平庸。多謝收睇，記得點讚、訂閱，繼續喺 Bookmark 同我哋一齊探索下一個題目。下次見。